在新竹市最近发现有民众违法在东门城后城河偷偷放生一种，互人叫做是小龙虾、美国乌虾，结果因全生一大堆，市政府紧请人来领，这短短5天就掠超过3000只。网仔对水内底凊彩一糊，就掠到几啊只美国鳌虾，边仔桶仔内底数量搁较惊人，因为民众不懂放生。美国鳌虾已经在后城河内底大量探种，这5天的时间，似乎就掠超过3000只。水过分啊，哪边河边钓来这边放生的。那他们放很多吗？不一定，有一些家长都会带小朋友拿那个小网子去抓那个鳌虾。美国鳌虾真高生态，佮加上破坏力强，会危害生态环境，只有呼吁民众千万唔通随意放生。那么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处罚。5天清除了3000只的美国鳌虾，数量非常的大。那我们这里在这边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把美国鳌虾丢到我们的护城河。根据《野生动物保育法》第32条的规定呢，要处以5万到25万的罚款。市政府表示，美国鳌虾大约在1982年入来台湾，因为买一摆，互人随意放生，严重影响环境。过去各地拢有传出过灾情，嘛干扰原本平衡的生态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